另外，再來看新竹市也來清查這校園內底營養午餐使用的記錄，確認攏總是有16間學校使用過41桶有問題的油。市政府是表示講，目前除了會針對這家長甲學生的健康來加關心以外，嘛會向相關業者來討賠償。針對中央7月2日公布中聯油脂有出問題上新的配合，新竹市政府拜三開記者會指出，根據清查全新竹市校園營養午餐記錄，確認在今年5月，攏總有16間學校捌使用過41桶有問題的油。總共有16所的學校在5月的時候曾經使用過相同批次的一個油品哦，總共有41桶。那麼也借由這樣子的一個清查，而且是全面的一個清查哦。我們比對了所有的問題的一個批號以及油品的一個整個的供餐的一個記錄跟流向，在這個中聯油品還沒有查清這個調查真相之前，還沒有確認之前，我們也不會再使用相關的油品在我們的校園的營養午餐或者我們市府所屬的單位當中。市府指出，已經針對這16間學校說明事件發展，接下去會進一步來關心學生健康，未來會協助學校保存記錄，市會根據消費者保護法，代替家長為受影響的學生向相關業者要求損害賠償。協助學校除了保存剛剛相關所說的證據以外，那我們也配合後續的查核作業，並且我們會協助家長來了解，包含後續如果家長這邊希望能夠參與到團體訴訟的部分，還有相關求償的資訊，我們市政府會全力維護學生以及家長的合法權益。另外，針對之前有食安疑慮的炊粉問題，市府擱再強調，經過調查，這批驗出甲醛的炊粉絕對無落入學校的營養午餐，希望家長放心。記者朱君和新竹報道。